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我们要来攻读圣经。今天因为和会的关系，我们会有台语以及华语的圣经。那一开始咱用台语圣经来共读。请，我实在甲恁讲，今仔恁伫地里百个，伫天里也要百因；凡那恁伫地里透个，伫天里也要透因。我阁甲恁讲，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什么，若是同心，我就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因为不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接续我们要用华语，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语时常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他要分享的题目是复兴祷告的策略 RPG。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的教会是台语加华语的教会，所以咱若做伙聚会的时阵我就爱用台语加华语安尼男咧讲，安尼会使无？少年的安尼会使无？会使因为其实伫咱台湾，台语也是咱的主要的语言吼，总是为着这少年的以及过去的教育的过程，咱知影，咱习惯嘛开始拢习惯用华语在讲话，总是较乡土，也是讲较迄个感觉较亲切，亲像台语的表达会当去较那清楚伫咱这长辈的顶面吼，所以感谢主，咱今仔日的组织是充满上帝的荣耀伫这个中间。伫寒冷的天气，今仔日上帝互咱有日光，让我们有阳光，有感受到温暖。我就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可以这样的经历。有寒冬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看见太阳出来，我们都知道，哇，那温暖火热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燃烧起来。当我们生命当中有这火热的心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在看事情，在定夺一些事情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阳光的眼光，阳光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中。那安尼，咱在看代志，在看人，我相信就有无同款的一个更较深、更较悬的境界来看咱四周围这的代志。所以这是咱的信用里面，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必然是可以得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深信我们这一份信仰是真实可以经历的。阿们。你跟隔壁说，基督是可以真的经历的。来，对，在历代以来2000多年来，教会的存在的目的，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宣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如此的宣告，跟你我有没有关系？一定要有绝对的关系哦，不能宣告完跟你一点关系的就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好像我们只是跟着走而已哦。大家叫做什么？亚香对拜哦。你甲隔壁讲，我不是亚香对拜，对，我们是真的把这份信仰存在心里，而且要活出来。
要经历这份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一份信仰所带来给我们的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神的爱在这其中。阿们。所以感谢主哦，我们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教会一直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每次有一个新的意象进来，我们就紧抓住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在这时代，特别先对教会说，对不对？既然先对教会说，那我们成为神的名下，用基督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永光教会，当然我们要紧抓住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奔跑在前面，是充满能力的，是带着祝福的，是可以为社区、为我们的邻里、为我们亲朋好友带来极大的一个恩典的。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早上能够聚集在这里，让我们用耕耘我们的心田，是充满了真善美，还有一个字哦，圣。哇，这是很特别的哈！真善美圣，让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什么？信望爱的人生。阿们，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要来宣告神话语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大概这几个礼拜来，我们教会一直在推动，而且是积极的在推动的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牧师跟我们来分享复兴祷告的策略 RPG 哈。那从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应许的，也是叫万世万代的人，凡跟随听从耶稣所说的，都可以经历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策略哈。那RPG 到底是什么呢？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所以我们用英文的 RPG 那这个意思就是复兴祷告小组Revival 复兴我们的生命都必须要复兴的，对不对？生命如果不复兴的话，就会枯干掉没有新的活水进来的话，你的生命会渐渐的枯干掉，就跟那个枯干的速度会比我们生理的枯干的速度还快，你知道吗？我们渐渐的年长对，就会经历到说，有时候开始有一点力不从心了上个礼拜我们的整个的信务领袖的培育结束的时候，赵明长老写了一个对牧师的一个祝福感恩的话说牧师21年来看牧师怎么样，头发都怎么样？我只有这一句话，我不太同意而已虽然是事实虽然是事实那这是没办法的，但打从心里面还是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很有活力，对不对？有活力都充满了盼望，不是吗？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细胞常想说老啦，要死啦越来越进棺材的话，我告诉你，你没有未来。你的未来就直接到天堂去了，对不对？那神给我们的每一天一定是充满喜乐的。我盼望我一定有退休的时刻，对不对？但我的退休不是我服侍的退休，我盼望我可以一直服侍神。不一定在永光教会嘛我在敬拜，我在哪里能够参与服侍，都是在服侍神。我期待的我的一生直到见主面，并且能够连接到天堂去，继续的服侍他，这是我的心愿。阿们。你有这样的心愿吗？你不能说国宾长老人民要退休就讲准备要退休没啦
他是我们的区长小组长，是永不退休的，对不对？对呀，他今年轮休了不是退休。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教会在这几个礼拜，为什么我们一直会推复兴祷告小组，知道吗？如果以我们的教会永光教会来看，我们回想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兴起了一个祷告殿，对不对？那个祷告殿是特别为我们所敬爱的周宣环长老，我们期待大家集结大家的心力，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而那祷告的殿点燃以后，我们发现，疫情来了，对不对？那这疫情肺炎的冲击，对整个社会、国家、全球带来的那个震撼、害怕，让我们更紧扣的紧抓住这祷告殿。后来神也感动他的仆人，透过7个礼拜，我们在谈祷告，对不对？原来祷告是怎么样？原来当我们开启祷告殿的同时啊，那耶稣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因由是什么？这是他所说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而且更相信他直接在天堂天庭开启他自己的祷告殿，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并且把我们所祷告的都带到天父的脚前对不对？这是我们从地上的祷告可以连接到天上的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更明白原来祷告的能力是这么大，应许是这么大，祝福是这么大，我们岂能轻易放弃祷告呢？对不对？所以祷告带来的必然是复兴的，必然能够死灰复燃的，必然能够让我们经历从无到有一个神迹在这其中。所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路带来。那你知道吗？当去年2019年到下半年度的时候，整个台湾大型的教会的那些主任牧师的牧者，他们就集结起来，说觉得台湾这个时候不但是有疫情，还有那个飞机苍蝇飞来飞去会害怕，所以需要什么？大家集结起来一起祷告。所以就有神带领他的仆人从美国很不容易这个还疫情当中，既然他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而且在全台湾这样大概跑了2个月就是讲祷告，就把祷告对台湾的一个祝福跟紧要的关头里面，台湾教会能够为台湾社会做什么，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当那个时候开始，这些我们教界的大佬，这些其他教派的很多为主他们就集结，然后开始看到说原来我们可以祷告，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扁平化，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祷告。有一个方式非常的重要，就是恢复到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我们知道主祷文就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对不对？但是方式呢，当他们重新再来看的时候，那是很棒的。耶稣应许的2-3个人呢，2-3个人呢。我们过去的祷告是怎么样？就像我们的教会过去这样嘛，不是牧师带领祷告，对不对？100-200人，200-300人，可能有的教会上千人的就是一个牧师，大家阿们就结束了，对不对？那叫大家开口祷告，但是可能3成的人在祷告，7成的人都静默，有没有？所以祷告的声音很微小。我常到长老教会去，发现长老教会的祷告是那个声音是很微小的，好像说我们没有祷告，上帝都知道了，所以就不必祷告的那个感觉。但是你没祷告出来，你怎么知道你已经祈求了呢？神应许你，你没有祷告出来，你就认为说那是我的厉害了，不是别人那，对不对？当我们祷告是跟主说，主啊，我心所想的口里承认，宣告出来，就求你应许我成就。这样的祷告好不好？
对，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确信我们真的是紧抓住神的人，并且因着我们开口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周遭的人知道，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感谢主哦，当第二次他们这些其他教派的这些牧者大佬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邀约我跟潘牧师去参加了。我们到现在已经有参加3次的，大概都是3天的整个的关于祷告 RPG 这样怎么样来鼓吹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带领人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宣告我开口祷告，耶稣就在我的面前。所以你的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乃是清楚的耶稣就在你面前。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也因着这样，从过去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看到社会的需要，到看到国度的需要，我们就这样不断把它建造起来，我们 RPG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现在我们教会所教导的，是最简单、最容易。今天我们等一下也要实验哦，操练哦，哇！你就会发现，我们大家可以开口带领人祷告，这是一个创举，这是可以让你的整个信仰能够提升上来，让你原来知道神就把祷告的权柄给了你我。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赋予教会的权柄，就是有一个捆绑跟释放的权柄，对不对？今天经文我们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的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然，耶稣所说的不是人呢，是背后的那个权柄能力。不是把一个人你不乖，我们把你绑起来，乖了再把你释放。不，他讲的是事，但是事跟人有没有关系？有绝对关系哦，有绝对关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了教会，而教会所代表的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对不对？既然耶稣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那表示耶稣也有把他的责任跟使命给予我们，有没有？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成为基督徒的，既然我们被呼召来到永光教会，既然知道说教会可以给你一个权柄，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那表示什么？表示教会的心意是合谁的心意？合神的心意呀，对不对？那教会的心意和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权柄才会降临下来呀。如果教会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那教会所说的天上会做吗？不会做。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的教会用神的话语为根基，我们以圣经为我们的基础，我们知道什么可以释放，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因为我们是用真理神的话为我们的准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永光教会有这权柄，就是给你有这权柄。而这权柄怎么样来呢？就是要借着祷告，这是一个管道。主耶稣说把这权柄给你，但是你怎么样来宣告这权柄在你的手中？就是借着宣告。这个宣告就是从你的祷告里面来宣告起来，因为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而这信心是寄托于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求神赐大信心给我们，并且我们因此也借着祷告成为一个管道。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天使就把我们所求的带到父神的面前，而父神也借着天使，借着圣灵，把他的能力浇灌下来。所以我感谢主，当我们在为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祈求神把怎么样的意象给我们的时候，你记得吗？牧师有领受一个意象过，就是我发现在我们
的地区，哇，都有一个好像从上而下的管子哦，好，在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地方哦，都有一个透明的管子，这样由上而下呢。而那管子有大有小哦，我就发现说，哎，主啊，这是什么意象呢？那个管子好像有上上下下的东西在管子里面这样流动川流呢。我说主啊，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众人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从天而向下，就是那根管子。当你信心越大的时候，那个管子就越粗壮。当你信心薄弱，还是有管子下来，因为你只要奉以耶稣的名祷告，必有从天而下的管子，而这管子就连接在你的祷告跟神的宝座前。你把你的祷告借着管子带到输出到神的宝座前，神的能力赐福就借着这管子，祷告的管子输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哇！我说感谢主啊，让我很清楚，原来祷告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是建立了一个跟神亲密、跟神连结的一个管道。所以要不要这个管子？一定要的。这是祝福的管子，这是能力的管子，这是交托的管子。你不做吗？你不要吗？我要。我祈求神给我的管子是越来越粗壮的，让我能够更有能力来承载所有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清楚的，让我们肉眼心思可以体会那祷告的能力，那我就相信神就是按着如此来成就在你我的当中。所以主耶稣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说，来读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是，哇，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知道吗？大人物啊，这些特别是政治人物，他要跑摊子，对不对？招摊对不？伊要招摊哦，因为时间足宝贵的哦。大家啊，那什么聚会啊，什么庆典，拢嘛是拜6礼拜为主啊，对不？所以拜6礼拜，拢爱叫伊秘书啊，拜到足整齐迄个时间哦。车辆啊，要安怎安排拢爱好。因会选对吧？会不会选？因为场子有大小场子啊，有关键性的场子啊，有关系良好的场子啊，他们就会选。所以大人物大概会是在大场合出现。如果你今天的场合小，那大概是不会是大人物来了，可能是2等的、3等的才会赶到你的场子里面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会不会选场合？你祷告1-2个人，不理你啊，没有影响力，有没有？要像这样子，至少要100个人的祷告，我才会听，我才在其中。耶稣是这样说吗？不，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反而不是说你们1000人祷告我就到，10000人祷告我就听。不，他说你们2个人、2-3个人，只要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当中。哇！你跟隔壁说，耶稣没有大小眼，对不对？耶稣没有大小眼，耶稣不是说10000人我才去。政治家一定是嘛，越大场合一定要给他排一个更重要的时间，那个时间他们也会选也会选哦。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的应许，他告诉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阿们。感谢主哦！我们真的，我们的耶稣何等的爱我们。2-3个人能够做什么？但是2-3个人你祷告，天上的管子就降下来。阿们。这是主所应许的，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奉我的名聚会哦，那表示什么？我们被聚集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当你有感动要跟你的 RPG 的同工一起祷告，都是圣灵启发你，那好不好？一定要紧抓住哦，对不对？一定要紧抓住哦。哦，我比较晚躺下去睡觉哈，潘牧师我看要快睡着了，我感动要跟他 RPG 嘛哦，对不对？还是怎么样？我们要来祷告哦。赞美上帝，让我们今天充满了一个喜乐，让我们的服事充满了能力。他有没有睡着？他接着祷告了。我说 RPG， 他就知道了哈。呀，这是我们的生活，阿门。牧者，我们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享受到 RPG 的祷告。我相信我们把最好的给弟兄姐妹，这也是神一路带领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到如今，我们看见神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对，当我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要接受可以受圣灵的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祷告，我们看从马可楼祷告殿到复兴祷告小组，这是我们从圣经到实体我们的经历里面所带出来的。我们看马可楼从11个人、120个人到一日3000个人，有没有？圣经给我们的哦。然后呢，到万国万邦万族，这就是祷告所产生的力量。阿们。我们在这其中，愿神祝福我们。你跟隔壁说，我们唯一所需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来。阿们。对，只要你有关系，你就可以建立 RPG 哦。不要多人，2个、3个就好了，4个就会比较多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间就会比较长。我们大家时间宝贵，但是我们用这样一个5分钟、15分钟，就可以很美的祷告在这其中。愿神给我们能够看见这样一个事实哦，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努力的哈。OK， 我把这策略大概跑一下，让我们知道，然后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世界上最漂亮的牧师，对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先把它看完好不好哈？不要一直看他，我也帅帅的也还可以的，对不对？不然神怎么会让我娶到他，对不对？我要很有自信心的哦，感谢主啊。OK， 好，那就是这样子了哈。OK， 赞美、代求、祝福，这是我们整个 RPG 进行的一个方式哈。好，等一下潘牧师会跟我们来操练这一些。好，最后导长会说，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阿们。OK， 愿神祝福我们哈。你对自己说，我要成为祷告强人，来，阿们。我们都是祷告强人，阿们。这世代所需要的就是祷告的强人，没有任何的，不是政治强人，他都会过去，祷告会延续，阿们。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潘牧师。OK，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 RPG 的一个祷告运动呢，现在正在我们整个台湾在推行。为什么会有这个 RPG 的祷告的运动呢？因为我们现在看见整个世界、整个地球的一个改变。我们若不是借着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个人的家庭。所以这个 RPG 的运动不是只有我们永光教会，而是全台湾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愿意祷告的，就被神拣选起来，我们就透过 RPG 的祷告呢是简单容易有能力。RPG 的祷告是简单容易有能力。我们一起说来，简单能力有能力。所以呢，一个人呢，3个人祷告，2个人祷告，1个人只要祷告2句话就好了。以前我们都祷告乐等，底下的人就觉得好像快睡着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都要操练祷告，我2句，好来，明谦长老来到我旁边来，好，我呢，我邀请他祷告，我就是导长，好，亚伦来，我们也看到，好，那我们3个呢就成为一个RPG， 我来当导长，那我祷告，好，那第一个动作呢？好，第一个动作是赞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赞美。
当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手举起来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他创造这个宇宙呢是非常伟大，宇宙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伟大的神。我们一起说赞美伟大的神，赞美伟大的神。所以你的手可以看出你的神有多大。如果你的神是这样，哇，那你的神可能比那个庙里边的还小了。我们的神是巨大的，是超伟大的。所以第一轮呢，祷告的时候就是赞美伟大的神。好，那我们来简单来示范了，一个人1句到2句就好。好，我们这个动作是这样，第一回哈，第一轮是赞美。好，从我导长开始哈。天父，我谢谢你赐给我们宇宙万物，赞美神，阿们，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站立在这世间，享受你所创造的美好。阿们。天父，感谢你创造了阳光，创造了空气，让我们可以开心的活下来。阿们。好，这就是第一轮。那如果轮到我了，导长了，好，现在呢，第2轮呢，要什么样的祷告呢？好，我们手举这样子来，我们看这样有没有像一个地球？我们代表的就是一个地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为地球的代祷，为地球的祷告哦。好，所以我们的手呢，我们会举这样子来提醒大家。好，从我开始哦。天父，我要为这世界的疫情来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这个疫情快快过去。阿们。阿们。主啊，我们也为了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感受到不平安的人们来祷告，求主你加添更多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天父，我也为了疫情这些打拼的医疗人员来祷告。阿们。主啊，你要用你的宝血遮盖他们，让他们不受疾病的干扰。阿们。好，这样第2轮好，然后第3轮呢？把手放在头上，祝福。好，第3轮呢就是祝福咯。进入好，我就为我们的下一位祝福哦。主，我现在要为明谦来祝福，你的灵大大赐给他，让他在工作上、在服事上都得力。阿们。阿们。主，这时候我要为亚伦来祝福的祷告，求主你的能力加添在他的身上，也开启他属灵的眼光，有主你满满的智慧在他的当中。阿们。天父，我为了潘牧师祷告，阿们。主啊，你要赐给他健壮的身体，让他能更得力的来服侍你，而且能带领我们的教会真的落实你的意象。阿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说阿们。好，这样就是 RPG 了。OK， 所以有3轮，对不对？好，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等一下，小孩子呢都会跟我们一起。好，第一个来，手张开是什么呢？赞美伟大神。好，接下来代求，为地球代祷哈。好，再来呢？为祝福，为下一位祝福。好，那我们现在来操练了。好，你现在找2个人，好不好？先找2个人。好，我们小朋友也邀请他们进来一起操练。好，我们一同起立，好吗？我们一同起立。你可以站到走道的中间，你来找2个人。好，你来跟他操练。你祷告完，然后换他。好，那一个人先当导长，等一下换另外一个人来当导长。好，来2个人，男生找男生，男生找男生，女生找女生。好，小朋友可以进来。好，我们可以离开座位到走廊上哈，到这个走道上。好，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好，我们进入赞美来。好，来，我们现在好，你们三个都找好来。好，3个来。我们第一个来把手举高，赞美伟大神。好，2个开始祷告，3个开始祷告。好，你们。好，你们来，我们到那边，来到台上，到台上。好，我们的老师来协助来。好，我们到台上来，你们3个围成圈圈。好，谁当导长？要有1个人当导长，老师来协助他们。哈利路亚。第2个，为地球祷告。
为地球祷告完换祝福，放在头上换祝福。哈利路亚。按手在对方的肩上，为他祝福。两个岛长要轮流，要轮流。哈利路亚。好，祝福。对不起，不是要你们两个去那个行政中间的，没有人，他们没有祷告的，他们不会，你们去带他们，看一下没有的就去帮助他们。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有训练过的，去帮助那一些没有受训过的，去帮助他们。慧敏、知和，你们来帮助他们，没有操练的来帮助他们。好，千怡，你们去帮助他们。雨欣。去找一些人，然后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 RPG 的祷告。哈利路亚！铁三角同工来帮助那一些没有受训练过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要祝福，按手在他的头上就是祝福。明谦长老，我们中间这个位置，他们有没有几位？梦玲举手。梦玲，好，来，明谦你来带他们那几位。好，你们都祷告完了吗？好，那你们先，好，你们祷告完了，先到台上坐一下。好，先到台上坐一下。好，先到台上坐一下。好，我们祷告完的，我们请坐。我们祷告完的，我们请就坐。你找一下那个。好，我们祷告完的请就坐。好，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容易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好，来，现在呢，我们要来找人来示范。好，我先请义慈。来，我们同工来预备麦克风。义慈，你在家里面呢，也一定要 RPG， 你要透过祷告来改变你的家庭，让你的孩子的关系都非常的好。一定要天天透过祷告来。义慈来，好，义慈来到前面。好，义慈你还记得吗？赞美，然后呢，国度，然后呢，祝福。好，来，我要请他，然后他的儿子呢，秉宏出来。好，来，秉宏，好 ，OK， 我们站到台上。我们来看这个家庭，他们的家庭呢是这样。还有兴隆是不是？你只有一个小孩吗？有几个？好，哦，还有2个。好来，我们再麦克风给他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妈妈回去呢就要跟你的孩子说，我们来 RPG， 透过祷告成为你们家庭的养分。好，那现在呢，好，妈妈站到台上去。好，妈妈站到台上。好 ，OK， 那妈妈当导长，对不对？你来带他们2个 RPG。好，现在就是你们家里面的 RPG。好，来邀请小孩，说我们来 RPG。我们来 RPG。麦克风拿着。手拿开。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的感谢你，真的是每一天都给我们恩典，谢谢主。呀。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成为我们的居所。大家一起说，非常棒！再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有这个世界可以住。阿门！太好，哇，好，这样一轮完了3个人，对不对？好，又回到岛长了。好，来，这个是什么？好，为地球来，好，为地球祷告，简单1句2句就好了。好，来。主，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世界来祷告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主你的名，认识主你的奇妙。阿门，阿门。最后要说阿门哈。好，祷告的人好。
主，现在这个世界产生了许多气候变迁，南极、北极都在冰融化，请你医治这个地球。阿门。神，请你让现在的疫情赶快过去。阿门。好，接下来。接下来祝福，对不对？好。亲爱的主，我为秉宏祝福，希望秉宏真的是能够在他的道路上，能够是认识主，然后呢跟随主。阿门。好，哥哥祝福弟弟哦。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来为我弟弟永腾祝福，希望他能够课业进步，学习快速。阿门。阿门。好，你可以为妈妈祝福，好，可以按手在妈妈身上，是。亲爱的天父，我现在要为我妈妈祝福，希望她有健康的身体，能照顾我们3个小孩。阿门。阿门。好，然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说阿门。给他们这个家庭掌声。好，好，我们再来看看夫妻的好不好？好，夫妻的好，我来看一下。好，我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天凯跟嘉欣。好，来，我们请他们来。好，来麦克风给他们。夫妻呢，家里面如果孩子都外出了，那夫妻就可以 RPG， 是每一天带下大能力在他们当中。好，那你们2个谁是导长？好，老公是导长。好，我们来，好 ，OK。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赐下的一切美好丰盛在我们的当中。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一切的美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阿门。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这恳求你医治这地，帮助我们的全人类能够快走出这疾病的纷扰。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宝血遮盖洁净这地，让我们台湾的疫情能够快的过去。阿门。阿门。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还是要为家境献上祷告，主要就恳求你赐下平安的灵、健壮的身心，帮助他在家庭的服事能够一切美好顺心。阿门。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为这天凯来祝福祷告，求主你保守他的身心灵都健壮，保守他的工作顺利。阿门。阿门。以上我们的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说阿门。阿门。哇，感谢主。好，那好，我们有夫妻跟小孩的，好，来，你们过来，来，还有那个心怡来，好，所以你家里面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哦，还有那个泽伟，他们家有4个人，好，他们家有4个人，好，那爸爸妈妈呢，就知道说啊，我邀请我们的小孩呢，RPG， 好，来4个人来，你们围成一个圈一下来，好，站到中间，来站到中间，好，站到台上，好，来。你看我们这样一个 RPG 呢是非常简短的，只要2句啊，然后大家都能够操练祷告。好，谁是导长？好，那个心怡来当导长好了。好 ，OK， 小朋友来当导长可不可以？可以。好，来。好，我们现在讲 RPG。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天都有空气可以来呼吸。阿门。谢谢天父，让我们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有你的同在。阿门。谢谢天父赐予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阿门。谢谢天父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喜乐。阿门。主耶稣，我要来为着这个世界的疫情来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些医护人员，主啊，你真的是要给他们大大的体力。阿门。感谢主，主啊，也求你赐福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让我们能够很安然度过疫情这个疫情。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啊，你要祝福这些医护人员在处理染疫的病患当中，主啊，他们也不至于染疫，而要更加的健康。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让这样的疫情能快的退去，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台湾。阿门。
主要是我要来为着妈妈来祷告，主要求你挪去她身上所有的病痛，让她能够变得更健康，来服侍你。阿门。感谢主。主啊，我要为哲伟来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个孩子在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学业上，还有他往后的一些道路上，都有主你的同在。感谢主。阿门。父神，我要为着我爸来祷告，主你必祝福他往后不管是辐射道路或者是工作，主啊你都有你的安排，有你的计划。阿门。阿门。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求你看顾心怡，让他在给他有更多的智慧，主啊，让他在学习过程中都有主你的同在。阿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大家一起说阿门。阿门，给他们这个家庭掌声。哈利路亚。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RPG， 简单、容易、有能力，而且呢，我们的话语都是很简短。那每一个人都有操练到。那你的家庭呢？爸爸当导长，今天爸爸当导长，明天妈妈当导长，后天呢大儿子当导长。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轮流的祷告，让祷告呢扁平化，让祷告呢自然化，让祷告生活化。也就是祷告呢，如同我们的呼吸。好，祷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 RPG 从现在开始，我们呢就找2位或者是3位在你的小组。如果你在你的小组之外还有你很好的朋友，你很想要跟他一起祷告，你就找他成为你的 partner， 然后呢就跟他成为 RPG。来到教会的时候，不一定要先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你认识的熟悉的同工、熟悉的弟兄姐妹，你也跟他抓2个人说，恩美，我们来 RPG， 我们就开始来 RPG 祷告了。好，先以祷告为开始，神就这样子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当中，借着我们的 RPG 的祷告呢，一个一个的祝福都要从天而降。阿们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极大的祝福，但是要透过祷告，好像那个导管一样，让它从天而降下来。我们的台湾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而这个祷告 RPG 呢，不一定是基督徒而已，连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他如果想要得祝福，你就可以邀请他，邀请你的老公老婆，邀请你的家人阿公阿嬷，他们没有信主，你就可以邀请他们。牧师呢，这2天呢，因为 RPG 呢，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回应见证过来，他们说呢 ，RPG 祷告之后，哇，孩子有某些的行为很自然就改变了。RPG 之后呢，关系就变好，家庭的气氛都变好，这个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神既然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剑，这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呢？好像给你买了一辆很棒的车给你使用，但是你把它放在那边，你每天都用走路的走到台北市去，你的车子就是不用。那车子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好好运用神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工具，就是我们的 RPG。阿们吗？所以呢，在主日的时候呢，牧师呢随时就会邀请我们 RPG， 还有呢，在小组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组长呢也会随时邀请我们 RPG， 让每一个人都真正成为祷告的勇士。不是只有牧师啊，不是只有长老，不是只有小组长会祷告，是每一个人都能祷告。感谢主，阿们吗？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呢把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成为我们生活的文化。上帝来祝福我们。然后，如果你的小孩是在这当中的，你要记得每一天都跟他有5分钟，会不会很长？甚至是3分钟，3分钟到5分钟。好，那我们这2个月呢，操练这个简易版的，也就是我们 RPG 的第1版。然后呢，我们到4月呢，牧师会再教我们的 RPG 的更深化一点点。好，用导读的方式来祷告，所以现在呢是第1版比较简易的，那我们就把它学会。那在小组里边，小组长呢也关心我们现在的祷告 RPG 现在的进行是如何，我们的小组长也来关心，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带出祷告。好，我们每一个人来宣告说：我要天天 RPG， 天天充满神能力。阿们。感谢主。好，那现在我们的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呢，我们要先回到楼上继续他们的课程。
好，来，我们的小朋友来，好，我们也用掌声来谢谢他们哈，他们都有很棒的一个榜样在我们当中。